乘客請留意，下一班開往羅湖嘅列車將於隔離1號月台開出，將於隔離1號月台開出。由於需要等候直通車駛經本站，1號月台嘅列車將稍遲開出。由於需要等候直通車駛經本站，1號月台列車將稍遲開出。不便之處，敬請原諒。不停站列車現正駛經本站，乘客請勿超越黃線。乘客請勿超越黃線。不停站列車即將駛經本站，乘客請勿超越黃線。不停站列車將會駛經本站，請乘客不要超越黃線。A non-stop train is passing through the station.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.